昨增加的病例，其中一个本土的案例是一个长照机构的护理师。即摆有真侪安养机构嘛开始担心咯，包括照护员、包括护理师这工作人员，下班了后接触的人，恐惊会将做防疫的漏网，会造成机构群聚感染。即摆除了要求护理人员挂嘴掩上班，嘛开始分流照顾。感染科的医师嘛讲，这个长照机构若发生感染，确实是真麻烦，因为住伫长照机构的拢是有会中辈者，死亡率相对加较悬。老人伫个安养机构内面有惊奇，即马有一名长照机构护理师确诊感染新冠病毒。感染科医师讲，长照机构若是有人被感染，确实会较麻烦。配备的人力呢，有些时候是不是那么充足？再加上他的训练是否完全落实，也不是非常的确定。那里面的病人都是老的啊，又有慢性病，可能会蔓延的比较快。那再来就是死亡率可能会比较高。你要当作有社区感染来做你的设计你的这一些措施。惊有防疫的漏洞，造成机构的群聚感染，不少长照机构嘛开始部署防疫。工作人员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去限制到每个工作人员他不能外出，或是说他减少他的社交行为，会比较要求就是他们口罩一定是上班时间一定是要戴好，没有办法有访客进来，就包含是家属，现在也都是用视讯的方式。嘛禁止探访，长照机构即马嘛分流照顾，一个照护员只会当照顾8位住民，避免交叉感染。感染科医师强调，除了加强洗手、量体温以外，护理师帮长者翻身打卡者扫痰的时阵，则较近距离接触的动作，一定要加强穿防护衣甲其他的装备，才会当将感染的风险降到上低。